有没有其他违法的东西？不知道。所以大家眼睛看的是这个，我的担忧是另外一个。第二个，我的担忧是什么？就是你蔡英文总统治理国家，这个能力到底有没有问题？自己随附负责自己的安全的专机，大量走私香烟。那你治理国家，你用的人，你民进党的派系在里面争得你死我活，大家都说民进党派系斗争很厉害，为什么要斗争？因为背后有庞大的利益。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，治理国家用的这个样子，这会给台湾带来危机的。所以从香烟这个走私事件，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治理的能力。从治理的能力，我们发现到这治理能力出了问题，这个自然会影响到台湾未来的安全。我的担忧在这里，我希望蔡英文总统真的要好好检讨你的用人政治是不是有了问题，包括最近遭撤换的国安局局长、侍卫长，因为走私香烟的事情，请蔡英文总统记住，你没有看见的危险有多少，没有看见的违法有多少，没有看见的危机有多少。身为总统，一定要有这种动足的能力、观察能力，还有分析事物的穿透能力，否则台湾就真的带来了危险。所以我强烈认为蔡英文总统领导中华民国的能力绝对有问题。好吧，谢谢。